歡迎大家收聽大齋期嘅聖言日糧。今日嘅經課選自約翰福音11章，由第45節至末節。來看瑪利亞的猶太人中，有很多人見了耶穌所做的事，就信了他。但其中也有人去見法利賽人，把耶穌所做的事告訴他們。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召開議會，說：這人行好些神蹟，我們怎麼辦呢？若讓他這樣做，人人都要信他。羅馬人也要來毀滅我們的聖殿和我們的民族。其中有一個人，名叫該亞法，那年當大祭司，對他們說：你們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想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整個民族滅亡，這對你們是有利的。他這話不是出於自己的意思，而是因他那年當大祭司，所以預言耶穌將為這民族而死。他不但替這民族死，還要把上帝四散的兒女都聚集起來，合成一群。從那日起，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穌。所以耶穌不再公開在猶太人中走動，卻離開那裏，往靠近曠野的鄉間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蓮，就在那裏和門徒住下來。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有許多人從鄉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過節前潔淨自己。於是他們尋找耶穌，站在聖殿裏彼此說：你們認為怎樣？他不會來過節吧？那時祭司長和法利賽人早已下令，若有人知道耶穌的下落，就要報告，他們好去捉拿他。這是上主的道。言行之中有主心意。喺今日我哋讀到嘅約翰福音第11章45節嗰陣，我哋睇到有很多人見了耶穌所做的事，就信了他。呢一個係乜嘢情況啊？點解嗰啲來看瑪利亞的猶太人，佢哋會信咗主嘅？佢哋睇到啲乜嘢呢？原來喺約翰福音第11章嘅前半部分，記述咗耶穌叫嗰個已死嘅人拉撒路從死人中復活。呢一件事確實震撼人心，使嗰啲人開始相信耶穌所傳嘅道，更開始相信佢就係嗰位佢哋期待已久嘅救主彌賽亞。但係喺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裏面，我哋發現當時嘅祭司長同埋法利賽人對於耶穌嘅行為以及猶太人對耶穌嘅反應同評價，卻係感到備受威脅。因為喺47至48節裏面，佢哋召開會議嗰陣，唔單止冇因着耶穌可能係彌賽亞，可能係上帝差來要復興以色列國嘅拯救者而感到高興，反而喺商討中，佢哋更表現出各自嘅憂慮。佢哋擔心，如果百姓接受咗耶穌係彌賽亞，可能會繼而揭竿起義，而羅馬政權就一定會採取軍事手段大力鎮壓，隨後聖殿可能會被毀，而猶太人亦都可能會被驅散，整個民族同埋宗教群體都會同遭厄運。但我哋相信，實際嘅係佢哋更害怕，佢哋現在所擁有嘅將會變得一無所有，
佢哋會失去民眾嘅支持，亦都會失去本來已經擁有嘅土地、名譽、地位同埋權柄，甚至連佢哋權力同埋財富嘅來源聖殿都會失去。而當中當年嘅大祭司該亞法因着呢啲嘅擔憂同埋恐懼，甚至提議要將耶穌交俾當時嘅羅馬政府，使佢替百姓被處死，以免全民族遭殃。如果事成，佢哋就唔會被羅馬政府派軍討伐，猶太地嘅居民亦都免於陷入被毀滅嘅危機當中。從該亞法嘅角度嚟睇，保存猶太民族係為大局着想，因此呢一位耶穌佢非死不可。而呢一個嘅提議對整個民族嚟講係有益無損嘅最佳良策。該亞法嘅建議縱然係邪惡至極嘅陰謀，企圖以耶穌嘅死免除猶太民族被毀滅嘅命運，但佢諗都冇諗過，上帝嘅大能卻使呢一個人嘅陰謀成就咗佢嘅救贖計劃。弟兄姊妹，或者我哋喺生活中曾遇過一啲嘅人，對社會、政治或者經濟分析得有模有樣，又或者喺教會中我哋聽過唔少嘅分享同埋建議，都講得頭頭是道、合情合理。但請我哋多加留意，嗰啲分享、建議同分析喺我哋嘅處境裏面，又係咪真實咁發生緊呢？而嗰啲建議又係咪真係佢哋所相信嘅呢？我諗我哋唔單止要聽其言，亦都要學習觀其行，使我哋喺佢哋嘅生活中見到見證，感到佢哋所相信嘅係實在嘅嗰陣，我哋再去認同，我諗都唔會太遲嘅。同樣，當我哋喺生活中洞悉到一啲上帝嘅旨意，希望常能與人分享，甚至教導人嘅時候，我哋都要諗諗，我哋嘅生活究竟又有點樣嘅見證呢？仲有啊，我哋究竟係為上帝嘅國作見證，定係為自己作宣傳呢？讓我哋有一段反思嘅時間。你喺生活中有冇遇過一啲嘅人講嘢有模有樣、頭頭是道，但最後我哋卻發現佢原來係名不符實嘅？你有乜嘢感受呢？你有冇試過被上帝感動過後與人分享自己嘅異象，但之後卻因後繼乏力，計劃無疾而終？你當時有感到聖靈嘅帶領嗎？你有冇常常檢視自己係唔係一個好見證呢？讓我哋同心祈禱。全能嘅上帝，罪人頑梗嘅心智情慾，只有你能夠管束。求你施恩，使你嘅子民愛慕你所吩咐嘅，盼望你所應許嘅。如此喺瞬息萬變嘅世界裏面，我哋嘅心仍然堅定不移，仰慕有真正福樂嘅地方。直賴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而求，聖子和聖父聖靈唯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阿門。